大新闻又爆炸了，谁又当上大雅之堂？妈妈炒的饭前相关的，吃完会不会胖？我站在山坡上，悠哉向下望，我是最大的太阳，只管把你照亮。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帅也惹人爱。可就算我是一个丑八怪，也积极又可爱。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胖，日子